首先，長按畫面上方嘅搜尋欄，就可以選擇用你當前嘅位置，或者輸入地址作為你嘅起點。喺長按地圖上面任何位置，就可以設定紫色嘅目的地標記，已計算，佢50米後往南，或者點擊地圖上面嘅設施標記，再選擇導航到該位置，系統就可以自動計算到藍色嘅主要路線，而且會顯示距離、預計時間同埋轉向導航。如果藍色路線上面有障礙，例如有故障嘅電梯，再次長按嗰個位置就可以設定一個橙色嘅標記。如果橙色標記喺藍色路線嘅100米範圍之內，系統就會創建一個紅色嘅避開路線。點擊嗰條新嘅路線就可以睇到嗰條路線嘅轉向導航。如果想經過某一啲地點，就可以長按嗰個地點去設定多一個橙色嘅標記。如果嗰個標記離藍色嘅路線比較遠，系統就會創建一條新嘅綠色途經路線。頁面頂部嘅面板會顯示所有路線嘅距離同埋時間，會比較藍色主路線同埋紅色或者綠色替代路線，俾你去選擇一個最適合嘅路線。距離路線50米嘅設施嘅標記會變為藍色。撳地圖上面嘅設施標記可以睇到詳細嘅資訊。綠色嘅標記代表正常運作，紅色嘅標記就代表個設施故障。畫面嘅右邊有10個控制按鈕，第一個按鈕可以顯示轉向導航或者隱藏，第二個按鈕就會畫面迅速去到你嘅位置，第三個按鈕係無梯級路線，會盡量避開樓梯，第四個按鈕就可以放大字體，第5個按鈕就可以顯示或者隱藏設施嘅標記，而第6個按鈕就係緊急求助，可以撥打緊急電話。第7個按鈕就可以清除路線，第8個按鈕就可以重置所有標記，第9個按鈕就可以開啟或者關閉語音導航，而第10個按鈕就係一個說明。